逐礼拜咱拢透过圣歌队，也是透过无共款的诗班，用无共款的诗歌，互咱做伙来敬拜俄勒咱的上帝。原今咱早起的礼拜嘛，真做是一个充满俄勒甲敬拜的礼拜。咱伫开始分享上帝话进前，咱跟做伙来祈祷。请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搁一摆引带阮来到伫你的教会来做伙敬拜俄勒你。主啊，求你伫即时通安静阮的心。透过你的话语，搁一摆来对阮讲话；透过你圣经其中的奥秘来改变更新阮的生命，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阮无论是听的也是讲的，拢平平得到主你的祝福。将以下时间全然交托仰望，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今年是咱要准备过旧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后礼拜就要过年，后礼拜要过年，就要过后礼拜就是咱的新春礼拜。毋知大家敢有发现一项代志？即马虽望要接近过年吼，但是最近这几冬，无输感觉开始无过年的迄个气味，渐渐无迄个过年的气味吼，无像印象中细汉的时阵。过年是一个足趣味，有足侪物件通佚佗，也是一个足欢喜的。昨含一寡同工伫开讲的时阵，讲到这样代志，讲为啥感觉过年愈来愈无过年的这种气味吼？然后阮发觉一项代志，是因为咱已经变做是原本是领红包的，变做爱分红包的人。我们不能领红包足欢喜的吼，大汉爱分红包啊吼。但是伫这个背后，你发现，无论是领红包的，还是收红包的，为什么会领红包收红包？为什么有遮个彼此的祝福？因为彼此有关系，厝内人彼此有关系。长辈互逝世，逝世可能嘛互长辈，因为有彼此有关系，因为有关系，所以彼此祝福；因为有关系，所以彼此来分享。伫教会的群体嘛是安尼，伫咱信仰的群体嘛是安尼。当咱伫信仰的群体内面，伫教会内面，伫这个大家庭，咱和上帝建立关系。当咱和上帝建立更较亲的关系，当咱和上帝更较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时，咱就嘛会看见上帝伫咱的生命中所展现出的恩典，会更较无共款，而且是非常互咱料想袂到的代志。伫前几届我伫分享遮个讲道的信息的时，伫12月份伫12月份要结束的时阵，我分享有一人叫做亚比斯，伊做了一个祈祷，伊向上帝来求讨讲，求上帝来扩展伊的境界。虽望伊的生命真痛苦，虽望伊的人生、伊的境遇可能无想象遮美好，但是向上帝求讨，求上帝帮助伊扩展伊的境界，扩展伊的生命。互伊通有一个无共款新的眼界。顶个月前2礼拜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伫个王记，先知伊带着伊学生，然后伊的包头落去伫水内面，伊失去了迄个机会。但是先知透过一个新业，佫一摆互已经无去的物件，佫一摆互伊找倒转，互伊会当掠到这个机会，互因得到一个扩展的机会。互因原本所住迄个非常已经感觉无舒适的迄个厝，会当起了搁较大间，互因通会当继续做搁较侪无共款的代志。无论是亚比斯的祈祷，也是遮个先知，也是因学生所拄着的，因拢在甲上帝求一项代志，因拢在甲上帝求一个生命的扩展的机会，因拢在甲上帝求一个机会，互因伫无共款的时阵，互因伫无共款需要伫需要的时阵，因拢向上帝求，求上帝互伊新的一个眼界。求上帝互伊一个新的开阔的机会。今日要继续来演说，要来讲透过遮个主题来和大家分享，特别伫新的一年，特别伫咱台湾的文化传统内面，过旧年敢若亲像才是过新的一年。伫这要过新的一年的时，嘛咱搁一摆来思考，安怎会当来扩展咱步病的时刻。咱拄仔所读的这个圣经，规个先知以赛亚。伊向遮以色列人讲出了一个对上帝来的启示。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，
因拄着最真大的困难是因的国家、因的民族拄着外口的遮的国家、遮的民族来甲因挑战、来甲因攻击，所以因失去了因的国家，失去了因的民族。所以以赛亚透过今仔经文，搁一摆甲伊安慰。但是咱看见旧约的先知常常用一个方式，用啥物方式？用一个亲像刀片的方式，亲像一百话，互遮的百姓通听，互因听去，甚至是互因通想象上帝的启示可能是生做啥物模样。所以咱拄所看的这段的经文，以赛亚用无共款的刀片，用无共款的模样，互以色列百姓通了解上帝的启示。所以当咱咧看旧约的先知的时，伊嘛常常用遮的方式，用遮刀片的方式，互遮的人，甚至互咱即马咧看的人来了解上帝的作为是啥。所以嘛，鼓励邀请兄弟姊妹3月份开始，咱嘛要开一个查经班，就是要专门来查考旧约的先知，邀请兄弟姊妹，时间若会使，嘛会当做伙来参与。所以今咱看见旧约先知这个以赛亚，伊用啥物款的刀片？咱顶看见拄读经文，伊用无生囝的妇人人，伊用欢喜唱歌，用以色列所带的布饼，用这个锁啊，用这无共款的刀片，互以色列人通了解上帝的启示是啥物。对以色列来讲，因带伫布饼。是因非常惯习的一项代志，特别是当因出埃及的时阵，当伊开始要离开伫迄个旷野，开始伫迁徙的时阵，因是住伫布饼内面的。以色列人的布饼非常的特别，因的布饼伊是用山羊用山羊的毛手工去做，然后去将伊的布饼来搭起来。但是当有一天，伊的厝内也是这个家族，因的人口愈来愈侪的时阵，因这个布饼非常的特殊，会当搁继续甲布起哩，互这个布饼愈来愈大，会当互搁较侪人通住伫这个内面。然后当然布饼愈来愈大，一定你爱用的条一定爱搁较侪，所以你布饼愈大，中央的迄个条一定爱愈粗。边仔的条嘛要愈侪，才有法度将这个布饼，才有法度甲拥护起来。咱有一寡兄弟姊妹，咱就爱去录影的，你得当想象着这个画面，你当想象这个画面。所以，先知启示用以色列因所了解的，因的生活的方式就是安尼，通互因了解啥物叫做互因的布饼通开阔，啥物互因了解啥物叫做爱将因的锁啊扭啊长。以色列先知用这个方式，互因通最了解。伊嘛用无共款的话语，互以色列了解因即马所拄着的状况是啥。咱先来看，其实这个布饼啊，咱看见这个表示一个意思，表示一个是会当延伸、会当扭、会当开阔的意思。咱看到这个锁啊，代表是一个会当彼此结连。会当牵做伙，咱看到经文内面有一个乞仔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是爱坚固，就顶伫涂骹迄钉啊，顶好稳，代表是坚固。先知透过这款的画面，互当时拄着困境的以色列人看见，是有望的。互以色列看到，虽然伊要行到一个新的所在，但是因是有望的。因知伊要行往啥物所在去，因知上帝伫因的性命要伫因的民族要做啥物款的代志。所以当时以色列人面对一个因的国家已经要灭亡啊，民族甚至乎要收掠到离远的所在，但是对因来讲非常的痛苦，而且非常无安全感，因为毋知将来可会发生啥物款代志。但是以赛亚伊用这种有展望、有望的意象，互以色列民众来看到。互因准备好接受一项代志，接受着因性命的确定，接受因民族的确定，接着弥赛亚的来到，互因领受有新的代志要发生伫因的民族，发生伫因个人的身上。所以透过今日经文，咱做伙来分享，嘛搁这一摆来思考，新的一档要来啊，安怎来向上帝求讨，向上帝来求讲，主搁互我一个确定的机会。
互我有伫新的一冬有新的眼界，互我伫新的一冬有一个无共款新的人生的意义。所以，第一咱先来看确定报白的使命的态度。第一咱先来看确定报白的使命的态度。第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是，无论困难如何，拢爱专心注心伫上帝的应允。无论拄着困难如何，犹原爱注心伫上帝的应允。咱拄所读的经文，先帝用一个图片，互以色列看到，伊讲无法度怀孕的妇人人，无法度通生囡仔的妇人人。伫旧约时代，犹太人、以色列民族，伊认为一项代志，伊认为若是一个妇人人，若无法度生囡仔，是一个人无法度结婚，安尼就无法度领受到上帝的祝福。犹太人认为一定爱结婚，一定爱生囡仔，这才是确定上帝国度的一个上好的办法。所以，先知以赛亚互以色列百姓看到，哇，恁亲像无法度通生囡仔的妇人人，代表讲，哇，恁的国家看起来已经要行到一个结束啊！恁的国家、恁的民族要行往一个非常困难的所在。但是，咱阁继续看上帝的话，安怎甲这以色列百姓甲启示？咱拄看第一节经文就看见，伊讲虽讲这的人是安尼，但是犹原爱安怎？大声而乐，爱大声而乐。这是上帝应允，伊透过先知搁一摆讲，无论安怎，犹原大声而乐，因为无论伫偌困难的环境中，犹原相信上帝的同在。上帝讲，虽讲恁的民族即马可能是这款的状况，你即马拄着这个问题，但是上帝讲，犹原要互恁大声而乐，大声敬拜，大声唱出得胜的诗歌。伫旧约内面有一个故事，当以色列王犹太王约沙法，伊拄着一个足大的困难，伊附近的民族要来甲攻击，哇，伊真烦恼啊！伊拄着真大的困难，边个民族要来甲攻击，伊毋知要安怎。但是向上帝祈祷，然后向上帝祈祷了，伊决定一项代志，伊设立唱歌的人，伊邀请一堆来唱歌的人，亲像咱即来到伫因的国家头前，来到伫因的民族头前，行伫因的国家头前，唱出俄勒得胜的诗歌。圣经来讲，这个王伊和伊的百姓讨论了后，伊就设立唱歌的人来俄勒耶和华，互因穿着圣洁礼服，行伫军队的头前，俄勒耶和华讲，称谢耶和华，因为伊的主爱永远伫地。圣经咧描述，定正人唱歌俄勒的时阵，耶和华就帮助因来打败因的这个仇敌。咱看见，当这困难临到的时阵，上重要的是，犹原专心注目伫上帝的应允是啥？而且继续大声俄勒唱歌，继续俄勒上帝伫咱生命中所做的作为是啥？亲像这个王所讲的，感谢耶和华，称谢耶和华，因为伊的主爱是永远伫地，毋是昨伫地尔，毋是即马伫地尔，是永远伫地。伫咱的生命中，永远拢伫地。所以伫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，以赛亚嘛安尼甲以色列百姓安尼甲因鼓励，甲因讲：毋免惊，我不是甲恁同在。毋免惊，我也是恁的上帝。我要互你坚强，要帮助你。我要用胜利的正手保护你。以赛亚安尼甲以色列百姓鼓励：毋免惊，我不是甲恁同在。毋免惊，我也是你的上帝。互恁坚强，要帮助恁。上帝用伊胜利的正手帮助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每一个听叹伊话的人。无论困难如何，人生一定会拄着困难，一定会拄着挑战。但是犹原注心伫上帝的应允。上帝讲，虽讲即马是安尼，但是有一日犹原要大声唱歌、俄勒、欢呼、赞美上帝。第二个，无论感觉安怎，犹原爱相信真理的话语。
无论感觉安怎，犹原爱相信真理的话语。人常常拢会互感觉所引带，人常常拢会随家己的感觉来行动。可能早起时你起来时阵感觉啊，今仔无想要去礼拜，所以我就伫厝内看网络顶面的礼拜。我感觉今仔足忝的，所以我今仔请假半工，无爱去上班。人常常用感觉去决定要做啥物款代志。但是，感觉有时阵无等于事实，有时阵事实嘛无等于是真理。咱常常拢认为讲啊，我的感觉较对，认为我的经验较对。但是咱的感觉、咱的经验无的确真正是事实。有时阵可能是咱想象的，可能是咱较意外的。这个事实嘛无的确一定是真理。可能有一个代志真实的无毋对，但是无的确是真理。人的感受确实是真的，有时阵咱会欢喜，咱会忧伤，咱会艰苦。人的感受、咱的感觉是真实的，无毋对。但是咱嘛爱学习一项代志，将这暂时的代志，毋通将这暂时的代志看作是结果。好，投影片拍对吼，是毋通吼。咱学习嘛毋通将这暂时的代志看作是结果。人的感觉会变，人拄到的代志会变，袂永远拢是安尼。爱搁较清楚知，毋是靠着感觉尔，是爱相信上帝真理的话语，毋是只有一个事实看起来，敢若是对的呢。搁较重要是看上帝安怎讲。当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时阵，因要进入迦南地进前，伊嘛永远拄到一个困难，一个挑战。摩西差派10个人先进入到伫迦南地，先去看迄个所在，敢真正是上帝要赐予因的迦南地。然后这10个人去到转来，其中有2个人，加勒甲约书亚，因讲哇，迄个所在真正是非常的好，流年甲蜜的所在。但是，伊嘛甲这以色列百姓讲啥？哇！但是内底有侪生了非常悬的人伫遐，遐个民族看起来非常的歹，要到伫遐个内面，可能淡薄仔困难。所以，当遮个人听到的时，遮个百姓听到，哇！上帝确实有有应允的所在伫遐，但是爱面对遮较悬的人，较勇的人伫遐，咱无法度通拍败啊。所以，就有人伫讲啊。遐村的十个去的人就讲啊，袂使，咱袂当去迄个迦南地攻击遐个民族。咱若去的时阵，咱无法度拍互赢，因为因伤强啊。咱无法度赢过因，也是卖好啊。但是咱看到加勒约书亚因讲啥物？伊讲咱虽来去得到迄个所在，咱一定会当得胜。加勒约书亚因看见啥？咱一定爱到伫迄个所在，咱一定咱得胜。这10个人也是遮个百姓拢感觉啊，无法度，遐个人伤悬啊，伤勇啊，咱无法度通拍败。因的感觉，因的惊吓赢过着上帝放伫因内面迄个话语啊。但是只有约书亚，只有加勒因看见，无咱到伫迄个所在，确实遐有困难伫遐。但是咱去哩吧。咱去迄个所在得胜吧，咱去迄个所在来去上帝所应允的所在吧。所以，人看见有时阵感觉会影响到咱的想法，甚至影响咱对上帝的信心、对上帝的倚靠。但是，莫要记哩，毋管感觉安怎，犹原咱爱回到真理的话语的内面。所以，当约书亚、摩西。后约书亚继续伊的工作，领袖的工作。约书亚要带以色列进入到伫迦南地进前，上帝安尼甲约书亚讲，伊讲对这个旷野，到伫黎巴嫩，到伫这所有你所看到的，拢要做你的境界，拢要做以色列百姓的境界。毋是只有恁所想的，可能一寡所在，是全部的所在要互恁做境界。上帝安尼甲约书亚讲，爱刚强，大壮胆。而且爱遵守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，
毋通偏离，无论安尼，就互你无论去啥物所在，拢会通顺利。上帝讲，要互你才会境界，要互你有扩展的机会，要互你有一个无共款新的眼界。但是重要的是啥？爱遵守一切的律法，无论感觉安怎，无论可能想法安怎，但犹原倒来到伫上帝的话语内面，倒来到伫上帝的真理内面。基督徒唯一通夸口的，就是上帝的话，真做咱随时的帮赞。真做一个基督徒上会当夸口的，毋是咱人讲的话语，毋是咱人所感觉的代志，毋是咱人讲出来认为的事实。咱所夸口的是上帝的话，真做咱随时的帮赞。所以希伯来书第4章13节讲，伊讲上帝的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生命来的剑搁较来。上帝的话是活的，上帝的话是有功效的，上帝的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。第三点，和大家分享生命的态度是：无论环境安怎，犹原爱选择用信心来宣告。无论环境如何，拢爱选择用信心来宣告。有时阵咱嘛会问这个问题，我想当时以赛亚咧含这以色列百姓咧讲这个话，可能嘛在问：上帝，你毋是祝福伫阮的国家吗？祝福我的民族吗？你毋是讲阮的民族是你所竞选的吗？为什么阮即马拄着这个困难？为什么阮即马的国家要结束啊？要互人全部收掠到远的所在去啊？上帝，你奈稳准这个代志不断的发生？上帝，你为啥无爱伫其中来帮咱？有时阵咱可能嘛问这个问题：上帝啊，恁若无愿意出手来帮咱？上帝啊，我向上帝。你祈祷啊，你求祷，啥上帝你无爱照我所想来应允呢？上帝为啥你无帮咱呢？看见侪的代志，无公义的代志，为啥你拢无出手呢？但是咱了解一项代志，虽讲面对着困境，虽讲有一寡代志咱无法度随解决，甚至有一寡代志咱无法度通想象的，咱甚至毋知这个问题背后的答案，上帝的旨意是啥？但是面对困境，咱知咱袂互上帝放散。就算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可能有问题啊，但是以赛亚犹原对因讲安慰的话。有一天你要欢喜大声敬拜而了啊！上帝要搁一届做恁的王，上帝要搁一届带领因。咱知咱袂互上帝放散，咱犹原会当通享受甲上帝做伙团契的美好。有时阵惊吓。会打击咱甲上帝的关系的基础，就是信心。有时阵咱性命惊吓，会打击咱甲上帝迄个上基础的关系，就是信心。但是上帝的同在，确实咱会当勇敢面对任何挑战的确信。咱知咱每项拢是，咱毋是完全的，但是咱通知，上是咱嘛知，上帝是全能的上帝。咱知咱无完全，咱嘛有人的有限，但是咱嘛爱了解上帝的全，咱嘛犹原伫这个所在了解上帝的全能。所以伫先知哈巴谷第3章17节到18节，伊嘛伫这个哈巴谷伊嘛问上帝侪问题：上帝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国家会安尼？为什么我的百姓会拄着这个代志？上帝为什么？上帝为什么？上帝为什么？伫哈巴谷内面。上帝拢无对哈巴谷先知讲任何回答的话，但是最后哈巴谷伫甲上帝的对话启示内面，伊了解一项代志，就是3章17节18节，伊讲：水虻无花果树无布影，葡萄树无结果子，橄榄树无收成，田园无出五谷，调内无半正羊，牛调嘛无牛。我犹原因为上主来欢喜，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快乐。伊知水虻可能啥物拢无啊。可能要行到一个结束的时，伊可能犹原可能问为什么？但是伊最后用伊的信心唱出一条足水的诗歌。伊讲，伊唯一有的，因为伊有上帝伫的性命，所以掠掉这项代志，做伊性命上欢喜的代志。这是伊信心的宣告，这是伊信心的宣告。
仰嘛真做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选过。所以当要确定一个报病的时阵，咱会掠掉这非常三个重要的态度。第一个可能咱要确定的时阵，会是伫一个困难的时阵，伫个咱无所料想袂到的时阵。但是第一个，无论困难安怎，如何，犹原自信伫上帝的应允。无论感觉安怎，但是犹原相信真理的话语。无论环境安怎变化，犹原做出对上帝信心的宣告。所以，咱来继续看，继续分享。那安尼？要确定家己报病实际的行动，要应该安怎做？咱要确定咱报病实际的行动，咱应该安怎做？第一个，要和大家分享的是，咱爱学习来放下原本的想法，来离开原本有的，来领受、来经历着新的代志。伫路加福音第5章第4节、第6节。当耶稣伊伫看见遮的门徒，因伫遐掠鱼啊，但是规暝拢掠无。然后耶稣甲这个西门讲，甲船到伫较深的所在，然后搁一摆将网仔迄入去伫海里面，海内面，搁一摆来掠鱼啊。咱看见西门讲一项代志，讲，老师，阮规暝拍拼拢掠无呢。阮规暝拍拼拢掠无啊。但是，毋过你讲的，阮就来试看觅。你想西门原本就是一个讨海人、掠鱼仔的人，耶稣毋是呢。耶稣原本因兜约瑟，因老爸约瑟，毋是咧掠鱼仔的。你想一个伫讨海的人，伫掠鱼的人，一个人来甲讲，你遮掠规暝，安尼无好，爱去搁较深的所在了。一般来想，西门来，一般西门可能会想，这人讲话哪较奇怪？我是讨海人呢，你一个人走来甲我讲，爱去遐鱼仔较济。但是咱看见西门伊回应是啥？伊讲，对啦，阮规暝拍拼，随网拢无掠着，真正拢无掠着。但是耶稣，你所讲的，阮愿意试看觅。你所讲的，我就来换一个所在来试看觅。然后，咱看见经文伊讲啥？伊讲当西门伊到伫较深的所在，当迄个希望放到伫水内面的时，哇，掠着济鱼仔。经文描写，连这个网仔拢将要破去。若是西门伊坚持讲，耶稣所讲的，耶稣毋是一个讨海的，毋是掠鱼仔的，伊讲的毋对。伊若继续坚持，我想伊无法度经历，伊无法度通看见到遮特别的生涯伫伊的生命中来展现。伊可能嘛无法度因为安尼有机会来跟对耶稣，互伊的生命有一个更较大的扩展。当伊伫这个困难的内面，伊选择相信。伊伫这个困难的内面，伊选择放下伊原本家己，然后伊领受到一个新的代志，伊领受到一个新的开始，看见到伊生命有无共款，有新的丰盛。第二，我要和大家分享，虽讲生命是无完全，咱每一个无一个完全的，但是咱还是愿意来谦卑，互主来使用。虽然咱的生命无完全，但是咱学习谦卑来互主来使用。根据后书保罗先生安尼讲，伊讲因为人若有愿意做的心，就要得到上帝的接纳，是照伊所有的，毋是照伊所无的。保罗先生对哥林多的教会安尼讲：，若是有人愿意做的心，上帝就愿意接纳。毋是照这个人无的，是照这个人有的。顶一届的讲道内面嘛，甲大家分享耶稣讲了迄个譬喻，有人互5000、2000、1000，每一人有的拢无共。但是有偌济，上帝看你是有偌济，只有你愿意
谦卑，互主来使用，谦卑，互主回应主伫你生命的恩典，才会温顺，才会成做是一个你生命回应一个真好的一个模范。所以生命虽梦可能无完全，咱确实咱拢有足侪爱学习啊，咱阁有侪爱调整的所在啊。但是当咱愿意谦卑来互主使用的时，我相信咱的生命会阁较扩展，咱的生命会阁较侪精彩的物件伫咱生命不断来发生。上帝互咱无共款的恩赐，咱若无使用，安尼只是材料尔。上帝若是互咱遮侪恩赐，咱只是无来回应上帝，为主来服侍，安尼只是材料尔，只是咱所学到的一寡知识尔。但是当咱愿意回应放伫服侍内面，这就真做是个咱回应上帝，放咱生命恩赐足好的一个机会。最后，大家分享是，咱嘛爱学习不断来接受装备，固定来领受，而且爱参与服侍。不断来接受装备，固定领受，也来参与着服侍。这嘛是一个互咱扩展咱生命、开阔咱生命的一个上好的实际的行动。我想伫咱教会内面，咱常常拢有推行侪，无论读经的活动、文道训练的活动、祈祷的活动，也是有侪的服侍。咱教会嘛常常咧强调，希望咱的教会会真正是真做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服侍，拢有一个小组，嘛会有养成这个灵修的习惯。我想，当咱不断接受装备的时，拄讲虽然无完全，但是当咱愿意有固定灵修的生活，愿意开时间和上帝亲近，愿意参与无共款教会的服侍，和无共款的兄弟姊妹做伙同工，和无共款的兄弟姊妹做伙小组、做伙生活。我想这嘛是互咱的生命更较开阔的机会，嘛互咱这个教会大家庭更较开阔、更较成长的机会。哥罗西书第1章23节，保罗先生爱讲：恁着坚持信仰，坚固徛在，互恁听到福音的时所得到的愿望无动摇。拄仔经文嘛读到，以赛亚讲啥？着爱将你的这个钉仔钉互搁较深。互你的布边搁较宽，互你的锁啊搁较长，互你原本的根顶较圆，和你甲上帝的关系搁较深，和你甲兄弟姊妹的关系搁较深，互你通搁较开阔你的生命。互咱毋是只有来教会做礼拜尔，是互咱透过来教会，透过无共款的服侍，透过咱的灵修，互咱的生命建造起来。咱毋是来教会只有参与活动，毋是只有参与礼拜，更较重要是来这个所在建造咱的生命，起造咱的生命，这是上重要的一项代志。所以这是一个互咱扩展保平的时刻。无论是伫咱的教会，伫咱的家庭，还是伫咱的个人，这拢是一个扩展保平的时刻。咱的教会嘛要进入到50周年啊，今年48，明年49，搁过50年。伫每一年，咱拢看见上帝恩典不断伫咱教会来展现，咱拢看见上帝真正是咧引带咱的教会，互咱伫无论是创设的第一档，到伫咱要迈入第50档，咱拢看见上帝不断咧扩展咱的教会，扩展咱每一个兄弟姊妹。但是这嘛，佫是一个互咱选择做非常重要决定的时刻。当上帝扩展咱的教会的时，咱敢有愿意回应，也愿意将这个锁啊绑较长，将这个布边打搁较宽，将这个钉仔钉搁较深。我咱教会真做嘛是一个会讲扩展布边的一间教会，这是咱教会扩展布边的时刻。这嘛是咱个人扩展布边的时刻。新的一档，搁要来到，
后礼拜要过年，这嘛是咱会当做一个新的选择的时刻。毋是只有外在穿新衫尔，咱内在嘛爱做新人。过年毋是只有穿新衫，内在嘛爱做新人。这嘛是一个互咱扩展的机会，互咱一个做出一个新的决定的时刻，实际的行动回应上帝伫咱生命新的恩典。报备伫规约内面对以色列来讲非常的重要。报备这个字，毋那是因所大的报备，因伫旷野的时阵，因所搭迄个会幕，嘛是报备这个字。报备也是讲会幕，会当讲是人甲上帝建立关系，人甲人建立关系，甚至是人甲你四周围的人，甲你厝内的人，甲你的朋友建立关系，和谐的关系。而且是互动亲密的一个表示。当你愿意选择讲主啊，这是一个扩展报备的时刻，主啊，互我的生命更较扩展，代表这嘛是你和上帝的关系更较亲密，和家己的关系更较和谐，和你四周围、和你厝内的人、和你的朋友有更较亲密的关系的机会。这是一个选择。这嘛是一个互咱扩展的机会。所以，无事阁一摆邀请咱的兄弟姊妹，无论是你咱教会煞来要迎接50周年做活动，也是伫教会有做推行遮个事工活动，邀请大家拢会当做伙来参与，扩展咱的教会，扩展咱的生命。嘛，伫咱的生命对主来讲，主啊，求你嘛来扩展我，互我随便拄着遮做可能无法度通想象会到的代志，但主有人帮助我，互阮伫我的生命会当看见一个新的开始。最后，和大家分享以赛亚书3章20节到21节，以赛亚嘛安尼对以色列百姓安尼甲因安慰，对因鼓励。伊讲：恁的目睭会看见耶路撒冷。一个清静安稳的所在，袂互人牵甩报备，因的膝仔袂拔起来，因的锁袂断去。伫遐，上主要对咱显出威严。重要的是，定军伫啥物所在？定伫啥物所在？发，然后继续的扩展，继续有一个新的开展，新的一个无共款的生活。阮上帝赐福伫咱的教会，也赐福伫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咱拢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互咱拢有一个扩展的机会，也求上帝帮咱，互咱来回应伊伫咱生命的恩典，回应伊放伫咱生命特别的呼召。咱做伙来唱一条回应的圣诗。然后，咱做伙为着几项代志，咱做伙来祈祷。